儿童福利联盟今仔日公布一份家长对幼稚园满意度调查，家长批评一寡准公共化幼稚园食食无好，常常违规，而且老师也接换。虽然家长上界满意的就是公立的幼稚园，不过全教总价这公立幼稚园的学费加咧，竟然凭这非盈利也个准公共化幼稚园学费搁较贵。他可能早上说，我早餐吃豆浆配馒头，下午点心吃什么？还是吃豆浆配馒头。影片当中的父母讲出囡仔伫准公共幼儿园的无好经验，儿童福利联盟公布一份家长对幼儿园的满意度调查，结果发现家长对公立幼儿园上满意，对准公共化幼儿园上无满意。你若伫学校食的餐点吼，无好食，也是食袂饱，这款是上济。其他的部分包括讲，咱刚刚学校的这个老师一定换老师，一定换。虽望立法联盟的调查结果显示，家长对公立幼儿园上满意，不过所有立委甲全教总开记者会批评，公立幼儿园课后留园、休寒休热，拢爱另外纳钱，所有费用加咧，颠倒比非营利幼儿园甲准公共幼儿园搁较贵。准公幼的补助，它就是1年补助12个月，所以你这样对照起来就发现有寒暑公幼的部分，其实寒暑假是被漏掉的，所以会导致准公幼的补助高过于所谓的公幼，因此准公幼它只要1年只要缴到3.6万，而公幼几乎是它的2倍。立委嘛批评公立幼儿园颠倒贵，违背政府推动公共化幼儿园教育的本意。立法联盟是认为，政府要推动公共托育，应该直接提悬公立幼儿园的比例，和学费合理，唔是补助准公共幼儿园就准煞，而且有补助就爱加强稽查，唔通互囡仔食歹，搁食袂饱。记者台湾曾俊佑、林旭凯台北采访报道。